喜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这阵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拢希望大家会当安心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安，这是文音。安就是有好好无代志的意思，像讲祝人平安无代志。另外做同事，若是可劝人放心，咱就讲叫人安啦。卖当讲是甲人安慰，若是甲代志或者是人处理甲好势，咱就讲安踏。若是倒物件，咱会当讲是安一个设备，或者是安心位。另外鼻音读做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安踏会当讲是讲话互人安心，若第二个词安插，这是安排人事的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为了要安踏伊，先答应讲要替伊安插这个课，也毋过其实招人的过程拢足公平嘛，足公开，是无法度行后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安，另外鼻音读做安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